花非花，夢非夢，夜半來，天明去。來如出夢不多時，去似朝雲無覓處。次我介紹係廣東最美梅州茶園嘅櫻花，我參加咗國內嘅2日團。國內團非常之簡單，佢除咗去茶園櫻花、菱桿子、中國客家博物館、千佛塔、梅州老街、由來街美食2日。嘅旅程非常之簡單，正餐自理，我哋午餐喺服務區解決。團係唔需要俾小費，簡單到可能唔適合香港人，因為香港又要包食包玩包服務。一碗麵幾多錢啊？18。覺得奇怪，乜都唔包，咪好麻煩。其實佢會安排一個餐食俾我哋，最主要就係睇風景。客家人的心靈家園，客家人有咩話呢？我就知道有呢一個梅菜式。一站我哋去咗中國客家博物館，中國首間全面展示客家文系嘅文化淵源同埋發展。梅州係客家人比較集中嘅聚居地，梅州被稱為世界客都，係葉劍英元帥嘅故鄉。梅州擁有世界最長壽之都。而頭人或者客家人嘅傳統聚落，佢哋住嘅叫圍村，特色係高度防禦性嘅建築物，單一姓氏祖族聚居，注重呢一個風水佈局。保留傳統節慶習俗，典型嘅圍村擁有高牆、圍門、護城河同埋炮樓。梅州嘅圍園以圍籠屋係最代表性，半月形屋後邊有弧形圍屋，有半月形嘅水塘，整體似天圓地方嘅象徵。以中軸線對稱佈局，會見到祠堂、神廟、風水魚塘。梅州嘅圍園被稱為東方古羅馬城堡，擁有200至到800年嘅歷史。客家居民依山而建，具備前水塘後圍籠嘅半月形防禦佈局，綜合咗中原傳統禮節同埋風水文化，以興寧、梅園、大埔即係香港等地最為著名。圍村人嘅飲食文化，甚至結婚禮堂，即係拜祠堂稟告祖先。名就係擂茶。Hello， 今日請我飲咩茶好呢？擂茶咯。係喎，唔該晒文太。大始祖原名4000載，繁衍瑞孫布滿全球8、7代。好，睇下隔離先。先祖炎帝之神位，出帝皇上繼66位勤政愛民，功偉足萬千轉。導遊就介紹最具代表性嘅圍村大夫第。那個年代的磚，那個年代的磚的結構、大小、厚度都不一樣，跟現在不一樣。咦，呢一個排水位唔好小觀佢啊！其實當佢水滿嘅時候，就會排出去出邊嘅祠堂，即係成日見到嘅荷花池。第係黃尊顯嘅起居室，坐北朝南，3堂2層，建築物呈現9廳7井嘅模式。輝流江景湖園
其實我哋第2個站去千佛塔，因為落大雨，咁就冇乜嘢影相。第3個站最後就喺油羅街同埋靈峰西路，係客家傳統嘅美食街。咦，我哋除咗打卡之外，梗係要揾食啦。呢個係糍粑，呢啲就係糍粑嚟嘅。呢啲係咩？呢個咪糍粑咯。黃飯啊？呢個咩嚟㗎？黃板糍粑呢？哦，糍粑嗰度，我睇下糍粑係點嘅先。哦，呢個好有啦。哦，純手工糍粑。豆腐泡，我哋加料啊，加咩料啊？本來想食燒鵝嘅，要食燒鴨。燒鵝賣晒，佢忍唔住啊，都要加料啊。你估料幾錢啊？你20。黃薑好勁啊，係咪好勁啊？好正。平時嗰啲薑水嚟嘅，冇料到嘅，依家好出名嘅喎。今日嘅行程去咗中國客家博物館、千佛塔，去咗油羅街揾食，咁啊最後一站梗係返酒店啦。2站我哋會去梅州羊拿山嘅櫻花，即係重頭戲。除咗櫻花之外，山下邊就有一個靈桿寺，我和櫻花有個約會。櫻花樹下，你幻想係咪好浪漫呢？一場大雨驚破咗我今日睇櫻花嘅夢碎，但好彩，哇！早上會係咁樣嘅景，像夢又像花。我今次拍航拍有啲難度。當我飛機升上天嘅時候，滴滴答答又落雨又降落，來回幾次，驚佢撞機啊、咬柴啊。時雨時晴，唉，我都要俾心機去捕捉一個雲海邊緣，風細雨下賞櫻，珍惜風停下每一刻，享受賞花同埋拍攝帶來嘅喜悅。我有幸遇上雲海中飄過群山嘅山中櫻花園，我梗係要每時每刻都要拍下呢個珍貴嘅時刻。
美好嘅時刻，陰拿山嘅櫻花。